京城参加红鸭咧白的比赛，抱一个红鸭翕相，要亲这个红鸭，红鸭强强耍骂骂吼，这个动作嘛引起争议，引起大家热烈话。就有医生批评讲，无消毒有可能会感染到。有医生资格台北市市长郭文德，或者是讲无遮尔严重，不如果要抱囡仔进前，就要注意讲老爸老母敢有伫身躯边，敢有同意。咱做伙来听郭文德详细的讲法。大概有些定点我们会请郭董来站台吧，这个细节我不晓得，要问党部才知道。应该会有请郭董来站台的时间吧。可是现在像是不是看起来郭台铭和亲民党比较亲密？也有可能啊。有可能是怎么说？怎么说？所以你也觉得郭台铭跟亲民党比较亲密？也还好啦，因为我跟郭董讲话都还蛮smooth的，很平顺的，没有什么问题。没有担心太多，对不对？没有担心太多，你好像感冒了，对不对？那还好啊，这个我都还可以工作了。会不会担心选权之夜到时候郭董是跑去亲民党，反而都完全没有在民进党？选权之夜我们在想，他还在找地方呢。这本来要在凯道也没有了，现在立法院好像也没有，现在还在找地方。那我昨天韩国瑜出席一个活动，他抱一个婴儿，结果人家 baby 大哭，然后他还亲人家。就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行为 OK 吗？哪一台的？通常我要抱小孩子我都很害怕，因为这个有小孩子认生你的，就是那个对吧？就是不是爸爸妈妈抱就开始哭了，所以我每次都确定他爸妈在旁边，一哭赶快叫完给他。有些人觉得这样也不太卫生的角度来看，是不是觉得韩国瑜这样子其实他还亲小孩？你现在如果感冒，你敢亲小孩？我没有感冒，也很少亲小孩。因为人家觉得说抱 baby 之前好像都要先消毒，会比较安全。没那么严重了，不过是这样的，我说我是这样的，小孩子有时候不给人家抱的。那我问一下，好像陈佩琪又在脸书发文了，又在呛蔡英文。他说你在总统府里面拍桌子，你可能听不到，因为就是之前他就是说过这个谦卑再谦卑，然后那个佩琪又在讽刺他。他说蔡英文在里面拍桌，大家可能听不到，人民手上只有选票而已。说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说，不要用国家的职位来笼络派系，然后来借此巩固他自己的职位。我不会的，他也不是整天在总统府，也有走出来呀。我老实讲，我自己发现一旦当总统，那维安规格实在是太高了，根本你要接触人民很不方便的，太困难。佩琪说的对不对？他说是不是政党利益大于国家利益？对于蔡英文来讲，这个陈佩琪讲的话本人一向不太敢评论你的所以就跳过去了吧。是啊，那现在是蒋日会啊，他说就叫大家不要投民众党，因为他认为说他之前就是在募款的时候被民众党干扰。没有啦，我们是说以后那个街头有遇到就是有时候常常不同的团队，你知道大概没有注意到了。我跟你讲说，以后就小心一点了，看到人家我在做什么就安静2分钟，跳过去，再继续。因为有时候现在都在马路上都用扩声器，有时候人家听得不爽，大概就这样。所以有看到那个人就跳过去，静默2分钟，再继续再开扩音机就好了。那你有觉得有需要气成这样说巨头民众党这样吗？世界上什么人都有啊，市长那个市长之前你呛陈菊，然后他的前幕僚昨天反呛你说你是在蹭选举，然后甚至说你只会推女人跟打女人。他说你只会推陈佩琪出来，跟推柯妈妈出来，然后不是打陈菊跟蔡英文。我是觉得他的幕僚应该出来帮忙解释，那个再讲一遍。如果他们幕僚这么爱讲话，他应该出来帮忙解释，那个钱是用到哪里去？当年的自偿性是怎么写的？还债计划是怎么写的？还有现在高雄市的利息是多少？还有目前这个欠债对高雄的市政到底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如果这个幕僚这么爱讲话，他应该出来帮忙讲。像日本有个那个前驻台，有一个日本前驻台官员，他说蔡跟韩的那个民调只差5%，你怎么看？那朝田干户是好像10月中才回日本嘛，他在台湾当了大概5年3个月的日本驻台代表嘛，应该是这样的。
会赢了，但是赢多少，也许没有想象那么多啊。道理是小，但是到底多少，这老实讲，这个我就不敢确定了，因为这个有时候，不老实讲，不管美国跟日本都在台湾都会做他们自己的民调啊，但当然是他会讲有他的，也许他们也有做他们的民调的测验，但是我是这样的，这个对国外的讲的，国外外交人员讲的话，看一看啊，当然列为参考啊，这样就好了。所以像陈菊香他昨天有讲到说，民进党他们自己标准不一，陈菊在任内还没有做完就去当那个秘书长，这个您怎么看？谁讲的？余香昨天说的，民进党自己标准不一，陈菊有落跑。赖清德也落跑，你要讲那多的是，林聪贤也落跑啊，这个我是没什么特别意见的嘛。像那选举看板多，您昨天有一些感叹，是因为看到那个很贵啊，那个选举看板不得了。我去南部看，我算一算，那个，所以我说我现在投票的标准很简单，看板最多的不要投给他，因为他如果来选举花这么多钱，一定以后一定会想要回收。像昨天早田干夫是说，民进党明年国会不会过半，你自己分析也是这样子吗？好，媒体联访时间结束。你自己分析怎么样？你觉得会过半吗？有可能。至少那国会夜秀，你是不是有提到说政党都是在国会夜秀的时候，是有提到说现在好像垃圾部跟流通，然后是不是暗指政党都是垃圾？谢谢，再次谢谢我们辛苦的。另外，这方面要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第2场总统政见发表会，这礼拜3上场。总统撰文今仔日无安排行程。另外，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同款嘛是全力咧准备。不过，亲民党候选人宋楚瑜和教育界今日办一个座谈会，伫咧会前特别接受媒体访问，咱做伙来听详细的内容。大家早，谢谢诸位到这边来，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我感觉到很欣慰，这说明台湾的民主政治，人民确实了解得到，一个平均和平的理性选举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不过我也必须说，那天在公办政见会的时候，我公开的对着蔡总统跟韩市长公开的呼吁，那就是他们要负起责任来，约制他们的群众，也就是他们有这样的权利。父母官没有假期，人民的生命是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他们能够运用这样子的一个他们的相当的权利啊，去约制这些群众，我们所幸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些暴力事件和不需要的那些场面，我感觉到很安慰。我们也善尽了一个我们应该有的责任。谢谢。主席，因为现在是不是党内用这个 GoGoRo 的方式啊，全台不分区的立委然后来造势可是目前的这个民众党好像也有推出用环岛的方式。其实各党大家都晓得，我们必须要团结，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大家一起共同把我们的支持的群众、理性的群众，大家一起共同让大家了解得到，那就是台湾真正需要的是第3个选择。民进党做得不好，国民党也看不出有任何能力能够把台湾的局面安定下来，所以大家一起共同加油我们都乐观其成。谢谢。今天和郭董事长会有一起的一个造势活动，帮我们说我们近期在我们该去做的事情，我们都会去做。谢谢。那目前是不是郭董事长跟这个民众党好像也走蛮近的？会不会担心影响到这个亲民党这边的政党支持度？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定见，也有他的一些基本的看法，我们也都予尊重。谢谢。主席之前这个在总统的票部分跟王金平多有一些互动，那现在王金平好像要归队到国民党，你怎么看这件事？
很能体谅他的心情。坦白讲，2010年以前，我跟他的心情一样。不过我晓得很多事情不是像当年我想一样，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可能远比他想象要来的复杂。OK， 那主席问一下，就是韩国瑜最近一直在主打说他要如果当选他要成立特侦组，这部分你有支持吗？还是说你有其他想法？关于这件事情，坦白讲，司法的公正性才是我们最应该好好去关心的事情。至于要怎么样来做，我们可以大家好好的让这件事情能够有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些做法。显然过去这么多年以来，大家对我们司法的公正性产生很大的怀疑，6、7成以上的民众都不相信我们司法的公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如果我当选之后，我会对这些问题会好好的去处理，包括我们司法机构本身的一些淘汰和退场机制，以及我们政治力不可以介入到任何的这些司法调查。显然这2个政党执政之后都没有做得到让人民满意。主席，现在真的认为下一周就会跟韩国瑜的民调呈现黄金交叉了吗？事实上大家都非常清楚，那就默默的许许多多的这些乡亲。我现在有时候参加一些活动常常偶尔会让我的这个行程受到一些这些延缓，因为太多的默默都跑来向我来说要给我照相，然后给我加油。而且我非常谢谢，我去参加了几次那个夜这些活动，活泼夜夜秀，这些年轻的突然统统冒出来了。谢谢你们，终于晓得宋伯伯不简单，谢谢谢谢。主席，本周的政见会是准备杨元坚看起来蔡韩两人都是闭关的状态。闭关了闭关自首，最后可能很麻烦，是吧？我现在你看还照样到处去听很多不同的声音，尤其回头你看我还照样要见我们好多专科的，尤其是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愿意见这些副专的。坦白讲，我们医疗的资源不公平和不这个均衡的分配，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让我们未来的这个父母官要好好的要去关心的事情。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会也尽其在我。谢谢。主席，因为您一直谈到第三势力不过跟民众党之间在这一次您怎么看目前这个党内目前支持率的部分？严格讲起来，你看看我们的这些都非常有经验，那就是虽然过去亲民党在立法院人数不多，只有4席，就3+1但是对于重大的这些法案，比起其他的2个大党，我们亲民党所推出的法案通过率是最高的。你要晓得，在立法院要去提案，没有相当的联署是不可能正式成案的。但是亲民党所提出来的这些案子里面，能够让这个全院大家能够支持，而且达成率是3个政党里面，包括国民党，包括民进党，我们是最高的。我们的总召还有我们的陈野委员、周成委员都尽心尽力，能够整合不同的意见，真正反映民意。所以那是一流的政党。所以我们觉得这一次不只是第三势力，我们希望让人民有第3个选择，但是更重要的那就是要有经验，要有整合的能力，要有前瞻性，同时最重要的是可行，做的很多事情要可行。像最近我刚刚大家讲21号的那个状况，终于让我们把心中的石头放下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可能爆冲的情况，是哪一天
31号，31号这个反渗透法如果爆冲，我是少有的政治人物，每天一定中外除了台湾的所有的报纸和电视之外，我会仔细的看CNN 的报道，我每天要看华尔街英文《华尔街日报》，我每天一定固定也要看大陆的新闻报道。我看到 CNN 最近报道印度的情况，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受深切。印度现在流血，为什么这么样重要的一个所谓全世界最大的所谓民主国家，印度会变成在街头上面这样的暴力？你去看看，拿着棍子大家在那打，叫做 citizenship 的一个，就是对不同宗教的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排挤。我们今天也一样，对不同颜色的也在排挤。这样的教训难道不可以给我们台湾一点启发吗？蔡政府，我再一次的呼吁，不要把200万的台商再加上这么多的家属，难道我们一定要在街头来处理这件事情吗？蔡政府对香港的事情反复的在那边捡了枪，在那乱舞。但是我们现在想看，香港的那个特区政府不是也曾经暴冲过吗？暴冲的结果是不是也是街头在那里流血？一样的，为了一个法案没有深思熟虑，而这样去做法的话，难道还不自我警惕吗？我再一次的呼吁，不要把这些台商给他们戴红帽子，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他们为了家庭的生活，为了拼经济，在大陆上面确实不容易。我们希望蔡政府能够悬崖勒马，不要暴冲，尤其是还不到1个月，最新的民意要出来了。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这么重大的法案，要听从新的民意来做决定，而不要暴冲。我希望我今天讲的话，就像在上一次我们公办政见会所提出的呼吁一样，对于蔡政府有所警惕。其他社会消息要来关心，又有人啉烧酒赛车弄死人。明仔尾4点钟，屏东潮州菜市仔12路口，一架旅行车甲人整车了后，一个颠倒方向弄到一个停伫路边细里的送货人员，当场甲人弄死。警察一个赶来到现场，发觉讲这个驶旅行车的人酒精数字超过0.6，随甲伊压倒转去。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桂阿虎来查来了解。阿虎。好，主播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呢，一部大货车开到一半，它后方有一部休旅车就直接从左方超车变成了逆向，而接下来不到10秒的时间，在镜头没有拍到的地方，以及迎面撞击到一名路人，把对方撞到当场死亡。事发在屏东潮州镇的菜市场，凌晨4点多，正是果菜进货的时段。拉近镜头来看，有不少民众都跑出来观看，而警消获报赶到后，闻出肇事者理性驾驶有酒味，测出他的酒精浓度达到了0.6以上，而当场将他带回送办。死者同样也是姓李，其实就是菜市场的送货员，在撞击瞬间，整个人都趴在引擎盖上。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到肇事者的行车记录器，但是家属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影像，因此将事件抛上网，期望有目击者能够提供画面，进一步厘清整起酒驾撞死人的意外。好，上目前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交给彭内主播。多谢阿区，另外这个面来关心，针对李家军的老爸日贵20年前开大通山石仔场，敢有乌白倒涂屎的问题？国产署顶礼拜拢总乌38个所在，拢无发觉有涂屎物件。虽讲乌的部分已经刷来下早开始要来检查这个图，厂商嘛先采集样本，结果差不多1个月会出来。
李明德亲身出来现场看，伊讲烦恼的互人政治对杀，挑工来现场讲，嘛是惊人会甲伊冤枉。咱做过来听李明德详细的讲法。上一次的这个用怪手来现场来采已经挖了38个洞了。那一般的检测也没有这么的密度这么高，一般土地检测也不过挖5个点、6个点。那既然挖那么深，原来规定要挖3米，甚至有挖到将近4米，掏出来的土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那你今天又到现场来，要用钻探的方式要来采，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政府你现在你要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肯善罢甘休。如果说今天是所有的百姓都面临我们国家的这个机器这么庞大的资源，全部用这种能量来对付的话，我们这个国家到底要走向什么一个政治的这个体制？这是一个法西斯的政府。我一句话讲得很好了抹黑一张嘴，要澄清跑断腿。当挖出来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对外说明吗？没有啊，管道都散不出去。那今天又要来采的时候，那这么多资讯又要被散布出去，好像这里面就是有东西。我们清清白白在这边，我不怕你来挖，也不怕你来采。今天这种作为是非常非常过分的。我们希望今天国家机器这种肮脏的手段，谁来操纵国家机器这种肮脏手段对付百姓的这种行为啊，就到此为止了。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我们今天这个乡亲大家都站出来。包括我们师父在这边，过去20年前都在这边练武术，在这边打拳的，看到这种场景情何以堪？以前在这里活动的时候，武术界在这边这么荣景，那今天同样一块土地就受到不同的待遇。我真的希望我们蔡英文政府，你自己要好好想一想，把你的政策拿出来。选举也已经快到了，投票日就快到了，你还要再搞这些没完没了，让人民看扁你。你真的让人民看扁你，把你彻彻底底的看扁了。你国家的执政用这种方式在执政，拿着这个尚方宝剑啊，你手上的刀啊，到处乱砍，只要是你的阻碍，有可能你全部都砍都杀，实在不知道怎么讲下去了，真的是很无奈。其他的消息要来关心，海巡署军舰伫咧澎湖一天内抓到2只中国大陆渔船啊，亲门大户来咱遮掠鱼。早起是一只中国大陆渔船啊，伫咧澎湖鸟苏西边伫咧放网啊掠鱼。海巡人员来到船顶来检查，没想到2点钟后挖到11点桶，又过一只中国大陆渔船啊出现伫咧花苏的西边伫掠鱼。海巡人员伫咧2只船内底查到真侪鱼啊。你这边已经违规进入中华民国的界限。海巡的船目睭真紧，发现这只当咧作业的渔船啊，不是国内的渔船，随着出声公布，但对方同款无要配合。现在准备登前。经过讨论，海巡人员决定直接去检查。正在作业中，现在开始核定它。代志就发生伫咧22号早起11点外，海巡澎湖舰接到报案，伫咧澎湖花苏西边21.6海里的所在，发现一只中国的渔船非法在掠鱼啊，船顶找出将近100公斤的鱼货，佮有3公斤台湾目前当咧专力管制走私的猪肉。其实，就伫咧几点钟之前，伫咧澎湖鸟苏西边22.69海里的所在，同款嘛发现有中国的渔船伫咧拖网。上呢，有8人，那既有渔获300公斤，以及猪肉这个3公斤。那我们都依照相关的这一个作业程序来实施防疫。一共查到2只不是国内渔船啊，海巡署表示，这可能已经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下来动法，未来嘛会更加强制来管理，要保护渔民的生存，袂当互非法的渔船来驶过马。记者综合报道。寒天天气小可较凉冷，一寡人爱食姜母啊，还有麻油鸡，互身躯较烧热咧。都要特别注意讲，这料理敢有掺米酒，会含药啊互相牵绊，可能有副作用，嘛有可能会影响到药效。药剂师特别提醒讲，一般咱常常看到消炎的止痛药啊，若是伫咧药效4点钟到6点钟内，搁再食补，就较会去上肝上药剂。另外，有慢性病人伫咧食高血压的药啊、抗血糖的药啊，若是搁再啉烧酒，可能就会引起到血压、血糖搁较辣。可能就会头较戆、头较痛。药剂师建议讲，若是慢性病人要食补，尽量莫掺烧酒。
寒天冷死死来一碗烧乎乎的姜母鸭，或者是麻油鸡，身体规个拢变烧了。真侪民众拢规家伙仔带咧坐满一道，准备要好好来补一个。不过药师提醒讲，这料理普通拢有掺酒，若是有食药啊，就要特别注意。常见的像我们一般常吃的止痛药乙酰氨酚，还有一些所谓的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这些药品都可能因为与酒精并服，让这些药品的副作用可能会加强。药师讲，像讲定睛爱困抗药物的中枢神经的药啊，甲酒反应了后，会互人爱困、精神无好、头昏昏、闹顿顿。退烧止痛药啊，会造成胃肠溃疡，佫会伤害着肝。抗生素若是甲酒反应，可能会互人冰白、腹吐、心肝、皮肤彩。另外，降血压甲降血糖的药啊，会互人血压、血糖降甲更加低，出现头痛、头壳晕这症头。若维他命 A 酸甲酒反应，佫有可能会造成胎儿过样。慢性病的用药，因为这些药基本上每天民众都在服用，是蛮有机这一块食物的时候，就尽量适可而止。离职需要吃一些止痛药的这时候，最好是跟酒精完全是避开。各医生针对寒天食补做研究，发现民众食完羊肉炉姜母鸭了后，血压会伫1分钟内向称悬，不过伫70分钟了后，血压会降到比食进前更加低。药师提醒有慢性病患者要补，上好也是尽量莫有酒，才袂伤害身体。记者综合报道。交通的消息，要来关心新正年，大家要赶紧倒转去过年，也有远东航空公司停飞，拢有加减影响到。交通部民航局协调台湾发信立营航空公司加航班，也有大型的飞行机针对到金门，也有澎湖航线规划第2波加班机，算的差不多有25800个位。下晡6点到8点开放，大家会当来订位。提醒观众朋友订票了后，3天内就要开票，安尼才会当保护家己的权益。同款嘛是要来保护家己的权益，看到台北艋舺龙山寺顶光明顶，当年拢有真侪人来排队。早起是6点准时发800个号码牌，差不多半点钟就分完啦。也有人因为摕无号码牌，伫咧冤家路坐，有人举刀仔出来。庙方落尾决定甲过顶工500名额嘛顺续分分的。详细情形，连续记者洪哲银来查来了解。哲银。好，主播各位观众，记者目前就位在万华的龙山寺，那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有很多人在椅子上排队要来报名点灯。年关将至，不少民众会选择到寺庙来点灯，祈求明年一整年的平安哦。那其实这个龙山寺呢，就在12月的23号跟24号2天开放报名。那其实就在今天早上6点的时候呢，就已经把这个第1天的报名的这个序号都已经发完了，不少民众是很早就来排队，想来听一段稍早访问。2点就来排了，排231号。我药师灯，我都会点啦，像文昌灯啊，还有大魁夫君啊、财神灯都会点。根据了解今天早上这个号码牌是有800号，那比起以往呢，以往都是有1000号。那庙方是表示说，因为这个过去1000号的这个点灯都会让工作人员忙到半夜，所以这一次才会只开放800个名额。不过就在稍早800号的号码牌发完之后，是发生了零星的冲突，甚至有发生亮刀的事件哦，所以庙方决定再把明天的这个500号也都预先发掉，所以明天来的民众呢，可能有可能只剩下300多个名额可以拿到那个当天点灯的这个报名的这个名额哦。那其实，在排队的地方，目前也已经出现了人潮，提醒民众哦，要来排队前可以先向庙方问清楚情况，免得未来会扑空。以上为您掌握最新情形，把时间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哲英，再来看到日偏西特别来啊！台北市市立天文馆讲，26中昼12点33分起，规台湾拢会当看到天狗假日的景致，因为各地时间拢有争差，时间有早嘛有晚。像讲台北市是出现伫咧12点44分，规个过程算的差不多有3点钟。上界大日偏西的数字有0.44，也就是讲差不多32.95% 的日头拢会炸掉咧。过来关心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前新北市市长嘛是韩国瑜全国竞选总部主委朱立伦，下早落南到屏东来辅选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传讲前一天，王金平甲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伫咧高雄祖厝，大家小少出来伫咧讲，敢讲王金平已经决定要搁再继续来支持国民党。咱做伙来听朱立伦上新的讲法。
认为王院长是我们国民党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也是我们的重要的前辈啊。他在各地为我们的立委辅选，他其实就是支持我们国民党的候选人。那我们也非常谢谢王院长的辛苦。那我们继续大家团结一致啊，争取1月11号的胜选。蔡英文说9·2共识是掏空中华民国，你怎么看？我觉得民进党真正的今天伤害中华民国，不但是用实质的台独，另外一方面，他过去这4年的执政不能够让中华民国在世界的地位提升，不能让我们经济更好，不能让人民生活更好。这才是真正的掏空中华民国。以下是只有2万人在游行，其他48万是躲在布下面。其实那一天我们只要到高雄的人都很清楚啊，那一天整个正面的力量、挺韩的力量是远远大于当天的罢韩的这个人数啊。不过反正人数大家喊嘛，他喊得高兴就好了啦。我觉得最重要还是1月11号出来投票。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朱立伦上新的讲法。继续5号世界大代志来看到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有一个耶诞村，当年若是要过耶诞节进前，拢会用各种摆设物件来点灯甲五花杂色，总之艺术手路拢真历经。当年成几60万游客来遮行搭，即嘛变做出名的风景所在。伫这个社区内底，耶诞这个布置真正是少有过节的气氛呢。离开纽约来到地克高地，这厝的布置一间比一间更加水。但年拢成几60万的游客走来这佚佗，佫特别规划旅游行程。委办下顿来到这个有名耶诞村。This is the undisputed king of Christmas pageantry in New York City, if you will. And you can see why we say Rockefeller Center, forget about it. 当年木鸭13年来，带真侪观光客来游览，见证耶诞村的魅力。It's estimated that over 100,000 people come to visit the lights every December. We've seen the crowds increase year after year. We started with just a small van, and now we're doing 4 buses a night. 地克高地耶诞节的布置是为1986年开始的。一个意大利的查某人罗西搬来这个社区，发现这耶诞节足无闹热的，就开始家己布置伊的厝甲后庭，买手就变做一个当地传统风俗。但伊的耶诞节一个到，这拢会变甲亲像囡仔过的世界同款。不过要布置甲这么水嘛，是爱开真侪钱的。How much does this cost? A lot of money. Ballpark it. Since I started to now, easily about $300,000 to $400,000. Jesus Christ, that's almost $500,000. 这回主人讲，因是布鲁克林的拉斯维加斯，厝主唔拿厝外有布置，厝内嘛同款设计甲足水的。How does it make you feel seeing all the people who come and marvel? I love it. I enjoy it. 地克高地耶诞节布置本来是当地几户人为着替破病囡仔募款接办的公益活动，想要到爱心的活动，即卖变作纽约甲全世界分享耶诞节的特别的景致。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一挂戏剧定定看到男主角甲女主角抱起来剧情，最近有一段中国真情的戏剧幕后的影片公开，煞互人感觉真爱笑。因为播出的时，男主角明明是真适拍，甲女主角抱起来，也毋过事实上是拍片的时，男主角根本都抱袂起来，女主角险险啊跋倒伫涂骹，上尾用楼梯互女主角坐伫顶面，工作人员一个人扛一边，甲伊扛掉咧，和播出的画面天差甲地，嘛互真侪人看甲要笑甲变过。干嘛啊？放下了！古装剧内男主角真水开来将查某囡仔抱起来，互画面充满粉红色的女主角看起来是心肝噗噗菜，但敢真正是安尼？来看幕后的画面，马上是笑甲变过去，因为男主角敢若是气力无够，好了毋若一摆搁一摆，挡袂牢，搁互查某演员差一点仔跋倒，看起来是真歹势。遮尔水的镜头之下看清楚，最后是出动楼梯，互女主角坐伫咧顶悬，双边工作人员讲着，比播出的时阵，男女主角演出的画面差真济，互人是感觉真爱笑。抱查某囡仔剧是真济，偷食补嘛袂少。中国演员赵丽颖甲林金星对戏的时阵，就捌用箱仔来斗相共。韩国明星贺宝杰演抱查某囡仔剧情，是直接坐伫咧车顶悬，互工作人员塞咧行。毕竟拍戏一个镜头都爱翕几落摆，翕甲手无力，就干那会当找道具来斗相共。互播出的时阵，马上会当看到上好的一面。记者综合报道。
各界人生各界消息来欣赏亚洲天团5月天巡回演唱会，抢回来到咱台湾。拜六桃园的野球场，头一场特别嘉宾邀请到因的老朋友孙燕姿，因为阿信过去捌参加创作孙燕姿经典的歌曲《第一天》，拄啊好符合桃园场头一天起歌的意思。这个上台马上就热情叽叽叫。配合演唱会头一场开唱，做伙唱有名的歌。第一天，亚洲天团5月天孙燕登来台湾，头一个特别嘉宾，请到好朋友孙燕姿。甲真款温柔，甲做查甫对唱。孙燕姿佮专工配合阿信，规身躯拢穿乌的，身材皮肤拢保养甲真好，看袂出来已经是2个囡仔的妈妈。你是不是每次呢那个演唱会一结束或一下通告，回家就住在冰箱里面冰起来？敷脸。嗯，对，藏起来敷。一点都没有变。有啦。有哈。肚子变很大。肚子变很大。对，我看看。喂。看孙燕姿保养的方法，是不是就是住伫冰箱内底？老朋友见面讲一个停袂落来。你没有 IG 吗？我本来没有的，我是被那个周杰伦强迫用。我也是被逼的，他们都说杰伦吗？没有，就公司的，就是说要跟着年轻人的那个部分。伫台顶讲的甲唱的拢同款精彩。孙燕姿嘛，只有机会宣布要伫明年6月办出道20周年演唱会，互真侪歌迷拢真期待。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要来看到德国画面这个94岁阿嬷，会当讲是佫真软 Q， 骹手嘛真溜溜，会晓表演亲像是狮仔摇头、鸟鼠爬楼、老猛老也会抱土豆。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视8点档好戏，档档精彩。今天晚上9点一定要锁定台视的鼓励。这是展现台湾人努力与打拼精神的时代大戏，您非看不可。Shiny 拍完台中2020跨年狂欢夜，阿 Ken、Cindy、夏雨欣联手主持，最强女生杨丞琳、安心雅、曾沛慈、Gail， 全台独家卡司王心凌、徐佳莹。吴宗宪，新生代人气偶像周兴哲，毕书尽，快来台中摩天轮下，与我们一起倒数跨年！哎，动作较紧的，较紧的，较紧的！做拖工艰苦，做拖工的某嘛艰苦。你叫我去甲青花讲，咱是如风的，哪有人去？台语文千万字，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字，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顺。顺的意思若是做动词，就是讲来来去去咧检查，像咱讲顺路、顺田、顺水路。另外做名词，线咱就讲是顺，画线咱就讲画顺，嘛有人讲画纸。另外目睭皮嘛讲是顺，像咱讲丁顺。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头一个就是笔顺，这个意思就是笔痕有笔。啊，那第2个词顺渣。这是咧讲日本时代巡逻地方的警察，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2个词夹做伙。比如讲，便若是风台要来，地方的巡查就会斗3共来巡逻，看报花敢有必巡，才袂一个落大雨水崩山。今仔日小解这一字巡，提供互大家参考。继续要来关心5号四海大代志，这是世界竞技体操界现役的查某选手，年纪拢真少年，因为本来是超过20岁就准备要退休。不离个德国有一个今年94岁阿嬷，老猛老过抱土豆，脚打也阁真活跳，常常参加世界性的比赛，摕金牌，亲像倒顶年柑，已经互金氏世界纪录列做规世界上届聚会现役的体操运动员。头前拢被老阿嬷骹手也是真美丽，不管是拍练斗，也是徛伫咧冰屏幕顶的，拢足在的，互人看袂出来，伊其实已经94岁啊。
德国一个老阿嬷跨膝才150公分悬尔，为10岁开始骨力练体操，专业的选手嘛是伊的梦想，嘛甲参加奥运摕金牌当作目标，毋过因为一寡意外，互伊艰难当放弃结婚照顾3个囡仔。等到囡仔大汉了后，拢有家己的家庭事业啊，开始一个有闲，就随甲家己过去的兴趣找回来，佮开始练体操。逐礼拜上少拢去健身俱乐部练习2届。Gesund und vielseitig. Ich mache auch keine Diäten. 开始真爱体操，伊毋干那练习，伊伫57岁时阵决定出来挑战比赛顶级的专业体操，伫德国各地参加中青组的比赛，摕到几6届的冠军，名声透世界。Und esse auch nicht zu viel Grünes und zu viel Körner, aber ich fühle mich trotz allem recht wohl. 开始唔拿留空间，最近佮获金是世界纪录，连续世界上年岁上大的体操运动员，互人肯定伊嘛足欢喜的。佮鼓励全世界老大人要活着爱动，莫受过勉强，加运动，若较健康，心情嘛较快活。人到食老同款会当活甲真精彩。记者综合报道。向近一个手路菜，继续来看到台南北区一间出名鸡肉店提早开放，互大家来注文围炉规只鸡，一个人限定2只，结果排队排甲热长，看有头唔知尾。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视8点档好戏，档档精彩。今天晚上9点一定要锁定台视的鼓励。这是展现台湾人努力与打拼精神的时代大戏，您非看不可。拍完台中2020跨年狂欢夜，阿 Ken、Cindy、夏雨欣联手主持，最强女声杨丞琳、安心雅、曾沛慈、Gail， 全台独家卡司王心凌、徐佳莹、吴宗宪，新生代人气偶像周兴哲、毕书尽。快来台中摩天轮下，与我们一起倒数跨年！哎，动作较紧嘞，较紧嘞，较紧嘞！做拖工艰苦，做拖工的某嘛艰苦。你叫我去甲青花讲，咱是女方的，哪有人遐大面神的啦？你说咯，除了咧上班，伊嘛咧学会计。哇塞！真好真好，安尼将来会当甲明华斗上。我们2020年，我们一定要赢。2020年下架民进党，将是宋楚瑜的终局之战。决战2020三强争霸，立委争霸战谁能胜出？2020开票看台视。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要带大家来看无同的手路料理。先来看到要过年啊，台南北区这间出名的鸡肉店已经提早开放，给现场的人客会当来注文围炉糜规只鸡，一个人1届限定2只。店外为明尾3点起排队排甲热长，算的拢总有60公尺长，会当讲是看有头唔知尾。另外中西区一间在地开40多档的鸡肉老店，同款嘛是订单接甲卖力，短7天卖1000多只鸡啊，生意会当讲是下叫。半暝3点外，天就还未光，鸡肉店外口就已经排了长长的人。队伍一路是排到数10公尺，看袂到头尾，大家伫咧半暝仔就来排队，就是为着这味的。敢若看到员工骹手真美切，这一只一只又搁青又搁油的咸水鸡甲粉鸡，全部拢是内行的人上爱的地沟味菜色。店家提早过外月开放现场来订，请起民众来咧抢买。哦，我在3点半来排队啊，我要排2点外斤，要3点钟哎。他每个人限定2只而已啊，它鸡肉真的很好吃啊。就是订除夕那3天的鸡肉做预定而已，我们没有卖现场。
台南北区这家肉店，每到过年过节都会出现抢买的人。就算店家提早来开放登记，每一个人敢若会当买2只鸡，但是2到暝前后2天，同款是一开店都卖完啊。另外，伫咧台南中西区经营40多年的鸡肉店，伫咧年节的期间，同款订单是接甲抢卵。人讲抢年抢节啦，太晚来都会买不到，有限量。那一个礼拜大部分就大概就是1000多只。头家娘的铺仔顶，过年春节期间订单是写甲满，短7天就卖千几只鸡。民众放假想要食好食的鸡肉料理，就爱赶紧来买，若无是有钱嘛买袂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台北市大安区有一间火锅店内底飘起，拢伫咧结果林，就讲景牛肉，那真就咧景母同款。另外，各讲到若是爱生水，规气来洗碗，店的门口会当抽怀烤，特别引起话题。头家是3个兄弟，普通时爱练汉草，若运动线爱食肉，补充蛋白质，煞找无爱食火锅店，规气就拿家己创业来开店，拄到困难，拢逐项做伙来解决。你好，帮你送一下22盎司的牛背煎。肉盘上到才有视觉的效果，大地拢正大地，斟酌甲算一个，1排有6地，拢总5排30地，这佫干那是一人份的。先用大头葱、虾米这的料来浸芳，规个芳味随清出来，刷落汤头倒入去，煮甲滚了后，开始甲肉下落，一喙刷一喙，互人食一个够开。分量来说的话，一个正常男生是非常够的。对，然后它的汤头也很有味道。一盘满摞摕来称，超过600公克，才有算是符合标准。不过，不是所有人拢有法度甲遮尔济肉拢食落，所以兄弟3个嘛真笑亏。伫店内搭各种的标语，内底唔有因的创意，阁有想要互人客知的感觉。为了当时我们就看到说一句话，就是人家开玩笑说轻的人比较容易被绑架嘛，这就是英文。那我们就很希望把它，那所以为了不要容易被绑架，你就多吃一点肉，长胖一点才比较安全。兄弟3个对装潢的用心，阁唔那安尼，店门口阁会当吊关家，看因拢真爱健身，安尼嘛一定爱来 PK 一个，看谁会当有上济个。头一个挑战的2兄有14个，后一个来有的大兄小看较落差，有无到10个掉落来。为什么那么轻盈啊？上尾上场的小弟看起来人真瘦，不过普通时爱扛山壁，手真有力。第一名15个。2个小弟拢无咧客气，无小牛一个，直接互大兄吊车尾。不过这一点仔就袂影响到因兄弟的感情，因心内上尊敬的绝对是大兄。他其实带我蛮多的，然后会跟我教一些他曾经失败过的经验，或者是曾经经验比较不好的。一些分享这样，然后让我不要去再重蹈覆辙。然后因为很多事情是进来已经有的制度、已经有的东西，其实他前面花很多时间建立的，对，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轻松或者是好过很多。第10季的时阵，小弟互伊鼓励，嘛喺伫边仔陪伴，即马3个人做伙拍拼。林文凯讲，因的梦想真大。希望打造一个新型的用餐的环境，那料理好食，阁会当享受到趣味的物件，互人客会当伫遮留一个快乐的回忆落来。记者综合报道。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视8点档好戏，档档精彩。今天晚上9点，一定要锁定台视的鼓励。这是展现台湾人努力与打拼精神的时代大戏，您非看不可。拍完台中2020跨年狂欢夜，阿 Ken、Cindy、夏雨欣联手主持，最强女声杨丞琳、安心雅、曾沛慈、Gail， 全台独家卡司王心凌、徐佳莹、吴宗宪，新生代人气偶像周兴哲、毕书尽。快来台中摩天轮下，与我们一起倒数跨年！动作较紧嘞，较紧嘞，较紧嘞！做拖工艰苦，做拖工的某嘛艰苦。你叫我去甲青花讲，咱是女方的，哪有人遐大面神的啦？你说咯，除了咧上班，伊嘛咧学会计。哇塞！真好真好，安尼将来会当甲明华斗相。你
无你叫伊写死，你迄边吼迄个囡仔。你感觉王导演好先创？啊，你想问这要创啥？恁查某囝伫外面交查某朋友的代志，你拢唔知哦？啊，人来护护人家呢，因咧爸仔母啊，敢叫要甲查某囝嫁互咱？什么人会知影林文琪是不是为了要娶有钱人的查某囝再来追求你？下暗9點，請收看台視《古力》。我已经把大家的那生辰八字都寄给你了，你有收到无？有啦，这名多看甲拢怪怪呢。都有。人拢是安尼啦，上要紧的拢会排咧头一个啦，啊那迄个无要紧的啦，还是讲你家己讨厌他，拢会排咧上尾的啦。你看你头一个，啊，就排邻国俩。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點到8點，敬請鎖定《女兵日記》。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自制科学节目，台视带您拓展视野，展开一场科学冒险。年度精彩盛会尽在台视。12月31日台中跨年晚会，1月1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敬请锁定台视频道。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2月10日，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我认为陈楚和王庭玉2个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没那么单纯。我们当事人提出的就是2000万的赔偿金额。2000万？你为什么要保护他？你知道你想要保护的人干了多少坏事吗？每周五晚间10点，台视频道，你那边怎样？我这边 OK。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周五消费情报站，好利青蛙5个赞，有10陪你哦。我也有在看呢，赞！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视8点档好戏，档档精彩。今天晚上9点一定要锁定台视的《古力》，这是展现台湾人努力与打拼精神的时代大戏，您非看不可。台中2020跨年狂欢夜，阿 Ken、Cindy、夏雨欣联手主持，最强女声杨丞琳、安心雅、曾沛慈、Gail， 全台独家卡司王心凌、徐佳莹、吴宗宪，新生代人气偶像周兴哲、毕书尽，快来台中摩天轮下，与我们一起倒数跨年。哎，动作较紧嘞，较紧嘞，较紧嘞啦！做拖工艰苦，做拖工的某嘛艰苦。你叫我去甲青花讲，咱是女方的，哪有人遐大面神的啦？你说咯，除了咧上班，伊嘛咧学会计。哇塞！真好真好，安尼将来会当甲明华斗相。你啊，无你叫伊写死，你迄边吼迄个囡仔。你感觉王导演好先创？
你想想问这要创啥？恁查某囝伫外面交查某朋友的代志，你拢唔知哦？啊，人爱护护人家呢，因咧爸仔母啊，敢叫要甲查某囝嫁予咱？什么人会知影林文琪是毋是为着要娶有钱人的查某囝再来追求你？下暗9点，请收看台视《鼓励》。我已经把大家的那生辰八字都寄给你了，你有对不？有啦，这名多看甲拢怪怪呢。都人拢是安尼啦，上要紧的拢会排咧头一个啦，啊那迄个无要紧的啦，还是讲你家己讨厌他，拢会排咧上尾的啦。你看你头一个，啊，就排林国良。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直击火山熔岩，聚焦滔天海啸，挖掘史前考古僧秘，钻研先进太空科技。登上喜马拉雅山之巅，深入婆罗洲热带雨林。我们关怀脚下这片土地，也心系身处的蓝色行星。6年2190个日子里，踏遍3大洲7大国，飞越45069公里。探访台日7座博物馆，透过科技让标本活起来。得奖的是惊喜博物馆。国内唯一电视台坚持100%。好久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尾要来关心委内瑞拉，因为最近政治局势真无稳定。一阵委内瑞拉音乐家因移山到秘鲁住，拜六伫咧秘鲁办一场亚诞的感恩音乐会，因特别感谢秘鲁的人，甲因收留，互因有一个安大的所在。新闻上尾插台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台请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兰。台视8点档好戏，档档精彩。今天晚上9点，一定要锁定台视的《鼓励》，这是展现台湾人努力与打拼精神的时代大戏，您非看不可。Shiny 拍完台中2020跨年狂欢夜，阿 Ken、Cindy、夏雨欣联手主持，最强女声杨丞琳、安心雅。